声音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山呐、河巴、太海都是人的好搞。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，体验真正的快乐。也可以出太到台湾本岛，韩国去到离岛接受各种的挑战咯。有的任务爱自家来完成，有的任务就要同他人共下合作了。在竞争同合作当中，考验大家的耐力、体力同智慧。来，共下来去搞哦！澳洲新发扬中耶！上一集的澎湖嘅成员挑战的流海菜同泡炖的任务，大家都同太海行卡接近呢。海菜田。这份签是系阿姨乐同阿玉贤两贤，记得我见两贤都亲密梦呢。马祖的成员了解到闽东建筑的特色，还记得闽东建筑的窗的门用为做到特别色呢，哈哈，系味道爱放开出来哦。大家嘅这份一切都所长冇乜嘅，目前签是由阿宝玉同阿正义体验。马祖水区到早晨都有做早操，体验阿兵哥嘅生活，安尼大家身心咪行较康健咯。今晡日安尼任务咪同阿兵哥有关咯，先来参观有名嘅铁堡。来到马祖将地眷人保卫国家嘅辛苦咧。伫马祖时常做地康乐基点，唔知地波系嘛嘅样诶。今晡日呢，一定会拿出下岗人阳刚的精神，好好加油！就像两位阿兵哥强用，整个大单。夜里马祖看到很多口号。有整个带蛋，还有文地起舞。马祖的人身体一定同好，因为记得听你偷菜爬坡。我当好奇马祖嘅帮狂系做嘛嘅哦。原来大家对马祖有一到一神奇嘅想法呢。好，今晡日对马祖嘅头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来考验大家嘅体能。看看啊，马上嘅体力真好呢，请拿出阿兵哥嘅精神，全力来拼！出任务以前，要先打扮，相互同对方化妆，嘿嘿，大家嘅感情好也唔好，就看亚世界了。我们英语歌唱比赛放榜，我觉得好笑。等一下，我会让他们看到你的脸。哇，你帮我画胡子，我才不要画胡子嘞！模特一下，我就有一点。阿叶玲变做一只小妹妹，塑胶杯喊卡流量冇呢。可是我舌头很强，我舌头超小。我一开始就用那个绿色跟深绿画，然后后来还加红色进去，因为中间真的太空了。我现在长怎样？我不管，我就这两个颜色，然后一直乱画就好。对。同花怎么画？白色的5个白色的5个花瓣。5个花瓣。我的眼睛。眼睛闭起来啦。这样就好。Wonder Woman。我们2个已经达成协议。阿宝玉老阿金乐要做的胜利5千年，真见我有胜利嘿！大家都准备好些，要开始来接受挑战了。谢谢阿兵哥，沙滩上有5个关卡，扑到天内方景拍，倒推 S 型，得准。
酷体天神，出现冲球，大家一个过关，时间轻短嘅前3名得嚟到4到2分，其他3赛1赛得1分，大家加油哦！我係大健樂，我一定會全力衝刺。 觉得最难的是转弯那个，因为有时候会滑倒，很容易就是要刹车那种。戴金的第一次投资。阿健樂當正邊成績5條人，動作又夾又確實，總球快54秒。下年嘅係人上來細細嘅阿志怡，會行卡跳舞呢。彩虹豆董志怡，那一定要全力衝刺。在那个瀑布前进，爬完就会有点累，然后手脚也都会痛。 哎呀，真勁係想就想唔到，阿邊個嘅大隻動作都愛當正確，當做得保護家人啊！那係0等1，那一定會全力以赴。 瀑布前进我是第一次做，可是我不会觉得很困难，只是说脚会有点刺痛而已。不过一直想着要赢就好了，就忘掉那个感觉。阿正義嘅鋪到天泥下劍拍做到動標準，整體表現未當好，快57秒。我係老一哩，我一定會全力以赴。 董大宋阿葉玲卡到得數流灘亞冠，佢快1分34秒將完成。丢手榴弹的时候就是失误了很多次，然后就想说奇怪，之前丢棒球怎么颗颗都中，今天就颗颗不中，然后就很失望。那黑城老师应该一定会全力冲刺。 你站起来，不能跳。太高。阿爸要嘅動作差太多了，等陣本人講愛再個做加一遍。这样子，加油！快，爬下去！痛死了！那个障碍赛，我觉得瀑布前进最难，就是因为觉得说，因为在爬的时候沙子就一直磨到我的手，就会忍不住，然后就是很不自觉屁股就会翘得太高。那黑请约哪一天会全力冲刺？ 心急吃不了热稀饭，就是前面都很快，然后我刚刚就是因为心急，然后就又忘记喊要投的那个口令，然后伏地挺身又做得很随便，所以就一直被逼。没猜，我不管名次了，我要休息，好累。
大家今堂顶海浪接来接去下完成挑战，恭喜阿金乐、陈君、阿正义得到前3名。大家都懂什么？唔过难嘅行啲后背。进行下年任务以前，先来先吹钟。前面抢到旗嘅人就做得来做吹钟哦。大家变啊！那我跑步是里面最慢的，可是他们就是留最左边那个给我，那旁边也不可能再绕前面去左边，所以我就跑过去，然后剩下那个就是我的，也没有人要跟我抢。好，然后一起跑，他们把我挤在后面，然后我就绕到前面，然后陈菊就没抢到了，所以他就输了。就是因为我是篮球队，所以就是我们跑步那种的都还可以，然后就觉得还蛮轻松的啦。恭喜阿金乐同阿子怡赢到最终的位嘅国家1分。接下來嘅任務係乜嘅呢？先唔好講，留鏡頭帶到澎湖去。馬祖嘅挑戰喺血淚當中完成，韓國澎湖嘅任務竟然係又好食又好啉，也未喊好歡喜啊！澎湖嘅做點按到，乃至於好是結論，因為以貴健康，乃至好是掛包，因為掛包啲味道有當到底菜，當好是乃最好是手餅，因為脆脆的，當好食。乃最好米糕，因為當香。乃最好是油條，食起來香香脆脆，果然食到動有精神。乃最好是嫩餅，因為好食又優秀，所以也因為好食，吃到本來變太口。印尼自己菜醫生，早餐是喺當重要嘅哦。也特別係澎湖一定有名嘅早餐街，有各種各樣滋味一定好嘅就好食。唔但請菜店人會來，俾上當到觀光客來食咯。今半日嘅任務就地也開始。早餐16宮格，成員自家啲也格嘅放下1到16嘅數目詞上去，就出道嘅數目詞來執行任務。完成一個任務得1分，先連做一條線的加3分。1到16，食物寫1到6，1到8。你不要說3。看起來今日愛食當多酒哦，唔過大家愛出門以前真食過酒呢。其實啦，今日大早就本組誒，韓國本大家吃有限，看愛食酒冇。既然都係自家選的，記住來看下大家對自家嘅選擇有放心冇呢？土托魚羹。什麼？我們14號是土托魚，但是它沒有羹，應該就土托魚而已吧？沒有。等下聽，上面等一下，問一下哪裡有土托魚羹？你要問我什麼土托魚羹？哪裡有賣土托魚？土托魚，往前走，右手邊就看到了。往前走，右手邊好。請問一下，你們有在賣土托魚？我們要賣土托魚。哦，就是那一個，就是那個。來，快回去，快回去。哎，他們還沒回去，漂亮。嗨，我們買好了，謝謝你們，再見。嗨，拜拜。然後趕快完成第1關。我們回來了。土托魚羹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風吹先食好食的土托魚，風吹經常能用的呢。我們要1份荷包蛋。1顆嗎？你1顆就好，你也要1顆。沒有，我們3個1顆就好。那就3顆了。荷包蛋後來帶，對不對？買2個加去。風水都冇簡單買到嘅卵包，愛夾夾腳到進土了。10號，高跟鞋，高跟鞋，走快！你找些年輕女生。有沒有人穿高跟鞋？哎，為什麼我們好像在賣火柴的小女孩啊？有沒有人要買火柴？
才，有没有人穿高跟鞋？你这样一直问没有用啦，我们要自己去找。哎，你们有看到穿高跟鞋的人吗？应该不可能会穿高跟鞋。里面有。阿玉成嘅觀察力真勁當好，總算尋到咗高踭鞋嘅人。2分鐘前面。好，謝謝。謝謝謝謝。打什麼？和我一起唱。黃水動戲院呢又係前年嘅任務。澎湖灣，澎湖灣，外婆的澎湖灣。好，可以了嗎？可以。謝謝，謝謝，非常感激。我知道外婆灣了。耶！没有关系，我来着。我們三樣了，我們三樣了。你好厲害哦。外國人。黃水又係前年任務，先每次就嘅阿玉成就像是一世的嘅圖騰，愛也下希望啊！哎，是那個嗎？還是外國人？哎，是，外國人。該是外國人吧？那他呢？哦，对啊，我今天感觉不錯哦。如果我得到15個的話，我就可以翻轉我的命運了。黃水動戲院呢又係前年嘅任務，風水就係呢個是鹹條呢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對呀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，我是泰國人。耶！這個荷包蛋，我原本非常快，然後後面竟然到了鹹豆漿，然後黃隊就一直趕上，然後他們慢慢越來越多關闖過，我還卡在這一關。鹹豆漿好喝嗎？好喝。只是說不喝你會後悔，來澎湖不喝後悔。我就喝了，我會後悔。下一個是什麼呢？鹹豆漿。鹹豆漿。哦。哪裡？加油，鹹豆漿。拜拜。你要走到最後面了，在美而美那裡。誰啊？我只要一點點就好。鹹豆漿在哪裡啊？一點點幾點嘛？我們就是前面不是嗎？是這裡嗎？問一下，請問一下哪裡有賣鹹豆漿？鹹豆漿。他們就跟我說後面。請問一下這有賣鹹豆漿嗎？鹹豆漿有啊，你要加蛋要加辣嗎，妹妹？不要加蛋，不要加辣。妹妹，這是你的鹹豆漿。啲連沙前年任務過後，黃水總算出到嚟食嘅，唔過沙係大家親手嘅鹹條呢。亞視節風吹咪總算留鹹條呢食嘅，準備下年任務了。亞冠天朝愛簽到13年，聽定佢其實強用嘅酒，愛輕鬆完成任務就愛靠自備同源去了。張師弟鹹條呢，又來一碗小碌碌嘅米粉湯，暗夜的天使風吹是愛看耐心的喂哦。快點啊！三角蘿莉也吃過。燙吧，感覺有點像很熱的豆花一樣。哎，還不錯啊。有點像豆腐湯。哦，對，腐湯，豆腐湯。對，你為什麼停不下來？感覺越喝越好喝啊！來，這碗就給你了。喝。
没想到，开风吹输体好久的含漂呢，风吹竟然当家就失体嘞，好得爱有心要都市，早按家完成呢。宝山街我觉得它的早餐的选择很丰富，对，而且价格没有很贵，很大众化，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。那老板有些都很亲切。 65四，我们65四。风吹有几啊个数目字就会连做一条线呢，不过总是手掌的意思是嘞。风吹假使讲先连做一条线，机会出太了。那你先拿一个小剑哈。谢谢，还好。谢谢。我第一次肉，我喝汤。你要不要先给他喝一口？给他喝一口。应该是吧。吃到这个牛杂汤，精神就恢复了。它的汤很香甜，甜甜的。那个肉很松软，很嚼劲。哇，风吹到一下为止，已经是来乱包含头嫩、米粉汤、烧饼，还个也有牛插汤。你早晨头有食着嘅阿姨佬同阿顺里有 healthy 冇呢？早上我吃蛋饼，我没有后悔，因为我觉得想说先吃一点垫底，然后来到这边应该就消化完了。 然后其实也真的消化完了。阿姨，你们是客家人吗？我们不是客家人。我们可不可以教你3句客家话？可以啊。可以教你多些来经验。太难了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是大家好。大家好。然后谢谢。哦，那是谢谢。还有那个你好。你好。就是你好。 大家好，俺是谁？谢谢。赞。我们找到了讲客家话的人。噔。俺是谁？你好，大家好。恭喜风吹先连做一条线，得到3分。一个挑战考验大家同武术师嘅人交流嘅胆量、观察力、沟通能力。 大家都表现得当好，不过看起来风吹嘅运气色彩又较好啲位，得到16分，风吹12分。每日2片挑战完全冇同样嘅任务，马祖吹第一条按拉下考验体能，澎湖嘅实验上打造橡树案好势嚟走。目前马祖吹嘅成绩阿正义系第1名。 落後嘅阿健樂總算讀到嘅其他強嘅體能任務贏到進來，同阿伯瑞同樣得到第1名。澎湖吹目前阿玉成嘅積分清高，落後嘅阿皮賢同阿小賢嘅積分未提高1度，仍然係冇到10米，唔知會有樣嘅結果。呢道任務係要當到神奇嘅挑戰，等等大家，現在愛同人傾下來教哦。 为什么？他吃最多，我第2，然后他第3。好了吗？还没。我没有弄错，你们是糊了。我这样哪有伪装？我这样才会吧。